欢迎收听9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以斯拉记的最后一个段落，第10章23到44节，重建圣殿 2.0 的名单。如果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是 1.0 的话，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敬拜制度，上帝律法它实现在日常生活中，重建人的心对上帝的敬畏，这就是重建圣殿 2.0。 而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了一系列的名单，而这名单是什么名单呢？就是与外族女子同住的名单。在这些名单当中，我们看见人的心意或者是人被定义都不如神他对人的拯救心意。特别在今天 RPG 的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4节讲到，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得救，认识真理。透过认识神的话语，透过认识真理，我们经历那得救甚至得胜的生命。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见证说，他经历了一个好像超自然的经历一样，他很有可能在那个过程中是被列为死亡名单的，但是上帝却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成为见证。我们知道这2-3年当中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新冠病毒甚至后来变种病毒，让许许多多的人不论在经济、身体健康、情绪或是整个环境社会的结构都产生了改变。一位年轻人呢，他在24小时当中从新冠病毒检测阴性到隔天早晨阴性了，竟然还腹泻呕吐。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父母觉得不对，就立刻转送急诊，结果就是住进加护病房，接着多重器官持续的恶化。医生告诉他们，他的多重器官，他的肝、他的肺他的各样器官正在衰竭中。而在这个此时此刻，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大部分都会有的感受就是无助。他的父母在那个时候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祷告，他们说，我们不专注于发生什么事，而是专注于上帝能做什么。说实在的，我们专注当下发生什么事真的也没有办法帮助他。这个时候唯有上帝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以斯拉记的最后一段经文，好像在人看来是一个用当时的律法来看，是一个得罪上帝的名单，甚至是一个死亡名单。然而上帝的心意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记载着这些的同住与外族女子同住以色列的名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意思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大概就明白，当以斯拉带领会众祷告，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群体，他们愿意来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他们愿意调整自己，不再活在那个得罪上帝的试探跟可能性当中。今天的第44节就说，以上这些人都娶了外族的女子，他们都把这些女子和儿女送走。对当时或现在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而且在这个决定当中，可能用现在的想法来看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的争议，因为我们不是当时的人，我们真的对当时的文化还有环境所认识很有限。然而不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来读这段经文，都能够看到一个新意识，上帝让这样的人名单
记录在圣经当中，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要人人得救，是要人人认识真理，是要人人活出真理，活出那个能够让我们得救甚至得胜的生命。今天的这段名单或许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记载在这上面。我们可能在许多的事上还不认识真理，可能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我们得罪了上帝，但是这些人被记载在上面，很重要的是他们透过他们的回应、行动、相信、依靠，他们经历上帝的得救。当然还有许多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名单没有记录在上面，但我想这是一个代表性，代表着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人人来进入那个分别为圣，过着属神、认识真理、经历得救甚至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看见在当时许多的人不认识真理心里面没有敬畏的时候，真的是有人愿意出来，有人愿意一起来回应，他们就在这当中重新来建立那个合上帝心意的生活和这些规范，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保护跟界限当中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意义。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他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在刚刚讲的这个见证里面，这个年轻人后来整件事情过去之后，父母的祷告2天后，他竟然正在衰竭的器官就渐渐的好起来。在当初这个医生告诉他，当他这个器官在衰竭的时候，他可能有 60% 会在这几天就死亡。然而当他们祷告寻求神的帮助，2天后这些器官竟然渐渐的好转，后来甚至也没有后遗症。对这个家庭来说，他们真实经历到在各样的情况中，即使是这个新冠病毒，因为它应该就是这个的症候群，影响到他整个身体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上帝的心意却是要拯救他的生命，如同今天他也要拯救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现在名列在什么样的名单上，上帝总是要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拯救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拯救，认识真理，甚至过那得胜的生命。主啊，如今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透过整本的圣经，今天我们读到以斯拉记，你再次来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原来在什么样的名单上，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拯救，是要重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与你来连结，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同在中来经历你的保守跟看顾，那真实的平安和行出真理的喜乐要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以斯拉回应上帝的心意，带动整个当时以色列群体的这样影响力，也发生在你我当中，使我们不论到哪里，我们都成为那个见证上帝得胜得救见证我们生命得救的名单。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